電話號碼外泄，警訊之花收露械片報警。警訊第2046集，先溫剔溫，roll機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我今日嚟警署係報案嘅，因為我電話就今晚收到好多 WhatsApp，而我係冇嗰啲電話號碼嘅記錄嘅，咁send 好多唔同嘅信息嚟啦，咁我覺得有滋擾就所以報警。受害人希連馬津希09年開始拍警訊，被網民封咗做警訊之花，成日演不法分子用美色同事業線招搖撞騙，但喺現實生活入邊就輪到佢要向警察求助啦。有啲都性騷擾又有啦，有啲係 send 嚟話想做朋友嘅亦都有啦，但係就因為我1個鐘收50幾個 WhatsApp 嘅話，我覺得好滋擾，所以冇辦法啦，我要報警。根據當事人口供，佢前晚開始收到一啲性騷擾留言，表示想揸佢嘅胸部，又有人發送影住性器官嘅短片俾佢，話可以滿足佢，要求錄呻吟聲俾佢聽，令到當事人終於忍無可忍。而家俾咗我，咁警察方面就話再有受到滋擾嘅話呢，就會追查邊個 forward 開去咁樣咯。警方方面都建議我要改電話嘅，我又覺得都好難避免嘅，即係就算可能就改一個新嘅電話號碼，都會再有咁樣情況出現咯。當事人相信電話號碼外泄係因為同一個汽車群組有關，所以而家已經退出咗嗰個群組，亦都不忘作出呼籲。希望咁多位高抬貴手放過我啦，唔該。